究竟點先知自己有大隻到？大家好，我係 Enoch。如果你有睇過啲片，你應該知道喺過去5年，我試過好瘦，亦都試過好肥，係真係超肥嗰隻。所以，既然我哋身形成日都有變化，我哋點知自己有冇大隻到呢？要知道喺唔同階段嘅時候，例如減肥、增肌，甚至 body recomposition， 身形都會有巨大嘅轉變。而本身 in-body analysis 都唔太準確，好容易俾飲食、睡眠影響。所以今日我想講點樣先可以 keep 住大隻，同埋點先知自己真係有進步。呢個就係我漸進式超負荷嘅終極攻略。其實要大隻冇想象中咁複雜。當你去 gym 嘅時候，肌肉就會諗：喂，如果我繼續要舉呢啲重嘢，我要變強或者變大啲喎。呢個就叫適應反應 （adaptive response）。再配合足夠蛋白質就可以增肌。不過練耐咗之後，身體會慢慢適應，之前嘅重量就唔再足夠刺激肌肉啦。所以喺舉重呢部分，其實要加上漸進式超負荷 （progressive overload）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不停增加肌肉承受嘅壓力，不停同佢講你要再大啲喎。你可以幻想好似打機咁樣，你升咗 rank 就代表你大隻咗，咁就可以打更強嘅對手，舉更重嘅啞鈴，而咁樣又會令你變得更強。喺呢個升級循環入邊，你會不停進步落去。不過就算你一路有進步，如果冇清晰嘅指標，效果就會大減折扣。所以接下落嚟我會講咩係漸進式超負荷，有啲咩指標同埋真正嘅實行系統。講到漸進式超負荷，個概念好似好複雜、好抽象咁樣，但係其實個原理好簡單，就係 aim 每次比上次強少少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慢慢加重量或者下數。舉個例，假設你想練3頭肌，對比起每個星期、每個月都係用緊同一個重量、同一個下數，你可以咁練：第1個星期10下，第2個星期11下，第3個星期12下，第4個星期加少少重量，再翻落去10下。研究都有話俾我哋知，加下數或者重量，其實對增肌效果嚟講非常之接近。2024年有個研究召集咗39位參加者，佢哋做咗10個星期 leg extension， 一邊加重量，一邊加下數，自己同自己比就少咗好多基因、年齡、性別上嘅差異。結果發現兩組嘅力量同埋股外側肌肉量都有上升，而且效果差唔多。所以如果你今個星期加唔到重量，你都可以加1-2下，咁都叫做漸進式超負荷。但係去到某啲位，你未必每次都可以加重量或者下數，咁都冇問題，因為我哋仲有另外啲方法，就係技術進步 technique overload。我會睇3樣嘢。第一， full range of motion， 每一下都要落到預設嘅深度，例如深蹲。如果你落去嗰陣時 hamstring 掂唔到小腿，即係話你落得唔夠深，冇辦法有效練到成隻腳。又或者好似做 bicep curl 咁樣，如果我用30 kg 可以做到150度，但係用40 kg 淨係可以做到100度，咁就唔算真正嘅 progressive overload， 因為喺加重嘅時候，你嘅技術差咗，咁對於增肌效果嚟講係非常之差嘅。第二，離心控制，落嗰下大概2至3秒，唔好彈，唔好借力。第三，肌肉感受度 mind-muscle connection， 要確保張力真係落喺目標肌群，而唔係落喺其他肌肉或者 connective tissue 嗰度。如果你做緊同一個重量、同一個下數，但係你嘅 range of motion 更加深 ，mind-muscle connection 更加好，咁都叫做一個進步，就係技術進步 technique overload。不過，就算你技術做得幾好，如果你對於漸進式超負荷嘅概念錯咗，都冇辦法有效進步。所以喺講實際操作之前，我想講3個最容易搞錯嘅位。迷思1，每次訓練都要加重量，唔係就冇進步。事實係冇人每次都可以進步，就好似保特都冇可能場場跑到9秒9， Curry 亦都冇可能場場入到13球3分。一啲星期弱啲，一啲星期強啲，其實係好正常嘅。只要你嘅平均表現係向上，你就進步緊。迷思2，力量變強就一定代表大隻咗。其實力量上升未必代表肌肉變大，有機會只係你嘅技術差咗或者借力多咗。所以要確保進步真係落喺肌肉嗰度，就要保持良好嘅技術。迷思3，漸進式超負荷淨係適用於新手。其實呢個原則對於所有階段嘅訓練者都啱用。
新手就可以差唔多每個星期都進步，中級訓練者進步就慢少少，而進階 advance 少少就要專注喺細微啲嘅位，例如技術控制、速度控制等等。其實唔同階段只不過係 progressive overload 嘅速度慢咗，但係原則冇變，因為冇咗 progressive overload， 肌肉就冇理由再生長。OK， 咁講到呢度，我哋都應該清楚咩係 progressive overload 啦。接下落嚟，我想講深入少少，點樣喺實際訓練嗰度操作。要練得聰明，唔可以淨係靠感覺，要靠數據。老實講，我以前都係去到 gym 就係憑感覺，想做咩就做咩，咁就冇辦法標準化訓練，因為每次都唔同，根本唔知自己有冇進步。咁我哋應該點記錄呢？好簡單，寫低佢。無論用簿仔或者手機，都要清楚寫低每次訓練嘅資料。而家大多數量度 intensity， 即係話幾長嘅單位就係 RIR。RIR 3即係我哋仲有3下就冇啦。RIR 2即係我哋仲有2下就冇啦。如此類推。我自己嘅做法就係將所有 set 都取到去0至1 RIR， 同埋我要做到 rep range 嘅上限，我先加重量。例如我做 tricep extension 嘅目標係6至10下，咁我要確保我所有組都做到10下，我先可以加重量，咁就可以避免一次過加得太多重量，導致動作退步。另外一個我成日會用嘅方法就係拍片記錄自己嘅訓練，咁樣唔係為咗打卡，而係真正睇下自己嘅技術。好多時候你以為動作已經做得好好，但係一拍翻出嚟，先知原來仲有位改善，例如關節軌跡、bar path 等等。呢啲咁細微嘅變化，唔拍片，其實你永遠唔會察覺到。我建議每3至4個星期拍一次你想進步嘅動作，喺同一個角度、同一個距離。長遠嚟講，呢啲片同數字同樣重要，因為我哋睇嘅唔係淨係力量嘅增長，仲有訓練質素嘅提升。有時候進步唔係淨係喺 gym 嗰度，體重一樣要跟。依家研究大部分指最理想嘅增肌速度係每個月上升大約1至2%。呢個增長速度對於大部分人嚟講係肌肉而唔係肥肉。亦都有文獻指出，保持10至20% 嘅熱量盈餘已經有效啦。太大嘅盈餘就會令你脂肪上升得太快，但係太少亦都會唔夠進步。呢個就係我成個 progressive overload 嘅藍圖啦。希望令你真正理解點樣科學咁樣去進步。無論你係新手、中級定係高級， progressive overload 永遠都係啱用嘅。甚至我覺得佢仲有一個人生嘅 mindset， 就係 aim 每次都比上次更強，咁個人生先有進步噶嘛。如果呢條片真係幫到你，對我最大嘅鼓勵就係 like 同 subscribe， 留言話俾我聽你下條片想睇啲乜嘢。咁我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